开始。先放。先放卡拉撑一下，我不知道我机器怎么。放。这是卡拉。对。所以就无表态，其实会感觉无爱，其实感觉无奈，其实你家己拢是英勇的人，英勇会知，也是你要继续起来，你可以跳出来，英勇后一个人就后一步，你若跳出来开始计划后一步，这条路对方案出头爱在武器，拳头破背后案，武器是坚持甲勇气，了解国际社会事物，迈开脚步，咱老辈的态度，只是予人欺负，愈叫自主，民主。社会运动，你是家己上头前，为民是话术所求，决定了声音。为民是家己发言，人民运动，你敢再开始笑？看起来太轻松。成长过程当中，一定有一个人会徛伫你的面头前，引带你向前学习面对。你会使甲伊讲一声谢谢，谢谢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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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谢谢，柔软了，感谢，感谢，谢谢，谢谢，谢谢啦。感谢你。4分外钟以后，顶北部队才大量泉水。这么看，前后拍伫这个所在，烧差不多15分钟久，无人有法度救伊。
是自由而美好的国家。谢谢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来关心台湾，谢谢哦。耶！那个好了。垫档了4分钟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个龙猫、维哲然后小贤Charlie 都在这个非常准时的10点半就上线了所以这个中原标准10点39分。对，真的是某节。好，这是 YouTube 在 YouTube 上，在 YouTube 上，没错，在 YouTube 上。那我们刚才在干嘛呢？因为阿基正在处理就是这个 MV 上架的档案传送他希望在1个小时半后就马上是吧？90分钟后。我们想袂到遐紧啊！我今日下班了，我就甲我的指导导演了2个只协调，叫伊向就是有迄个动起来的感觉，我嘛对动起来所以阮规个下暗拢会处理这个代志希望就是伫5月19号，我心中的蒋渭华纪念日，会当互大家听到这条武装起出来就是咱代志。水啊！那这个今摆会当立马呢？这个对，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边喝边聊，然后等一下再放一下这个正式版本的小圆也上线了，小圆辛苦小圆了辛苦那我们这个有一位特别来宾我们今天凹他凹到爆，不止凹空间，也凹他的本人现场，到现场来跟大家安尼见面所以欢迎台南欧明耶！我代表这个后台是很简比较简易一点连光头一笑都没有。好了，阮今日我来简单来说明一下，就迄个武装起内底的内容里扣种加起来麻烦偌济人。到底偌济人去小弟我名单对，先选名单叫我交了着首先迄个。伫迄个武装起内底所看到的每一个歌名的字体，就是一定是我用赖，毋知已经毋知有开偌济空头支票，靠换来迄个武装起的字体甲帅，就是咱的代志。然后感谢阮的黑明哥，感谢。所以今天的这个发表会的这个字刷来的是咱的代志，就是欧明一位对。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在写这几个字？还有武装起义这4个字？对。其实我先简单说明一下，因为我让他讲话。我前提提要，就是迄个时候我有麻烦黑明哥了，这一定要敲电话，你知道为什么？你爱讲足济，你心中的遐个情境。黑明哥嘛是一个感性的人啦，伊必须要有情境，画面的头壳内底颅内的画面。一丰富一青草起来，伊就画起来就做噼里啪啦呀。即摆是迄个
样吗？有啊，直播，嘿，所以有影像吗？啊有影像，不能讲错话哦，不过我这样目前看袂到，不能乱骂人哦。应该是看袂到啦。有啦，你可以在 YouTube 上直接看就。哦，是吗？所以黑明哥可以吗？可以吗？我无啊。因为我毋知，我想写字尔，我毋知影讲个爱现场歌，不然拖来。哦，小弟咧后拢是蛋头后到尾后一条的。其实这字吼，这当迄个歌名出来，其实个对我来讲应该个毋免解说啊。是，我是大概知影伊知影要安怎写啊。是，因为年纪稍长嘛，吼。啊，对。啊，在年轻的时候。相对成熟了。对，在年轻的时候都有参与过一些民主运动，所以讲，在你写的时阵，一寡往事历历在眼前啦。啊，希望就是会当行入遮个中辈的人的心啦。对。就想要甲迄个内心。贴出来互我看。对。要写出迄个时阵，20几岁啊，徛伫街头的时阵，迄种激动吼。哦，对。要甲表现出来。啊，是。我真可惜，我真正无参与到遮大细的街头运动。我完全运动拢爱套入过 Google 的，拢爱套入过谷歌这位大哥，甲我偷去了解，真正足可惜的，对啊。写字是小事啦，主要是内底歌词吼，歌词。对。我感觉这应该是，加爱用足侪时间来，对，甲大家说明吧。其实我感觉内底的歌词啊，其实我因为我年纪。我真荣幸，我会当伫戒严时期台湾，我一岁时阵有看过台湾冲破迄个自由的迄个封锁，有至少有找到小可自由的风啊。因为来龙神拜伊是1989年4月7号牺牲嘛。对，啊，我是1988年出世啊。哦。我4个月时阵，我阁有闻到小可农民运动的迄个气味。哦，我1月份出世嘛，啊，农民运动是5月20号嘛。对，所以我感好佳在我来到这个世界，阁会当虽然无迄个知识还袂开，不过我已经有踏入这个社会，啊，这个社会嘛。我经过大细的迄个冲撞。所以你是1988年出世。啊，对。我出世的隔天带蒋介石，不，蒋经国带过身。过身。伊过身2冬了，个戒严个。啊，对。所以我感觉伊。我足侪诶，迄个其内底歌词足侪画面啊，拢是透入过网络顶悬诶，遮个查阅啊，就是爱去做即个动作。啊了，第二就是透入过阮即道诶即个导演，啊，即个导演因兜过去是迄个街头运动诶领养师啊，因爸爸。啊，所以伊遐有真侪遮过去诶遮个街头运动诶历史画面。我着一个画面，莫讲每一个拢看伊迄伤济啊，但是重要的看，像迄个5年抗的农民运动，像反军人监视政治，1994年反协革命，啊了，佮加上迄个万年国代，才会画面甲迄个来龙出山，啊，蒋介石去牺牲迄天，甚至。过去啊，甲就近的1999，毋知99年，迄个赵少康要来高雄，要来做演讲，啊了高雄人讲啊，为啥你凭啥要来做演讲？啊了，伫遐做包围上总的礼堂。就遮的画面，就是我嘛是透入过遮的画面，好佳在有前辈的记录，啊，我会当看到遮过去的历史，啊了，甲变成歌词。
哦，其实就是我应该算是一个分享器啦。嗯，伫你的身躯，我有发现到刷了就是咱的代志。对，因为我是伫1988年第一届参加迄个，就是去农民运动。到农民运动。因为其实我今日毋是重点啦吼，但我因为我既然来啊，小可简单介绍一下。其实我是一个真斯文的人吼，应该伫我身躯看会出来。阮阿祖叫黄A嘛吼，阮祖先就是世家，虽然毋是讲啥物书香世家啦吼，但是阮算拢是画图的世家啦。所以伫少年的时阵，阮阿祖、阮阿公，然后到阮老爸，伫过去，阮阿公迄代有迄个白雪公部的代志。是。我较细汉拢无啥知影嘛。对。然后厝里，其实阮厝里拢无咧做工桥的啦。甲阮兜差不多济。阮爸上爱讲的话，我自细汉大，毋捌伫阮兜听到一字还是三字拢毋捌。我一直到伫我人生内底，我感觉有一个较大的转变，就是我伫做兵的时阵。我伫做兵的时阵，迄阵伫部队内底吼，迄阵我真会画图嘛吼，伫画图伫陆总部拢定画图，迄阵拢伫陆总部第一名嘛。第一名的时阵，拢会帮我入去迄个军官练，拢帮一寡军官咧画一寡大字，即个明察党，迄个党外人士，迄种叫党外，迄种我伫遐看真侪党外杂志。迄个时阵我影响我较深的，就是一本被出卖的台湾。迄个时阵，其实我迄个过去，其实我拢帮国民党画足多。伫部队迄阵较懵懵懂懂，甲无啥知啦吼。一直到我退伍了无偌久的时阵，其实就开始萌芽啦。伫1988年去参加农民运动了，我差不多，我记住我拢差不多过2冬，过2冬呢，就是1990年黑白河嘛。是。来1992年反核大游行。是。所以我感觉我伫1988年的时阵，有可能甲我一世人会错干阿叫，伫迄条运动发挥得淋漓尽致。因为迄其实我即摆有嘛小可无讲记甲足清楚，因为足久啊。就是当下有亲像5路天咧讲故事的感觉。迄真正是足激动的，因为你迄阵去到遐一堆人嘛吼，迄种热血吼，迄真正我袂足歹去形容的，真正足歹形容。应该是去互遐氛围感染。因为你像我歹势，我真正是足粗浅啊。我参加的真正有低角的街头运动是日头花。真正做后壁，但是我细汉时有甲阮爸爸去过一寡迄个党外的造势活动。正因这记忆较无遐济，所以这有可能就是较无法度摕出来讲。但是我伫日头花时，迄真正是，因为我真歹势，我嘛是足可惜，我伫第一时间无去到台北。我是3月30的时阵，因的迄个现场超过70万人咯，迄头我有伫台骹呢，我有伫遐个周围啊，迄真正是。迄阵，迄个时阵。台湾无道理，真正是拍算啊！迄阵，迄全台湾的迄个，讲到迄个时阵，真可惜。迄阵真正足冲呢，真正足冲的啊！我178嘛，我迄阵体重100控几，特别100啦。真正是足粗约的。迄阵个少年，迄阵你街头的时阵，我感觉迄阵真心惜个。真心惜。虽然其实讲真的吼，有一点点惊吓，有一点点激动，一定会。但是有一种我袂晓讲迄个感觉，我当下有一种感觉，咱拢是袂输同一国的迄种。对。迄种感觉，互我一直乐此不疲啊。就是互你感觉你徛伫你的路顶的时阵，你毋是一个人。我毋是一个人。对。原来伫台湾有遮侪人为着
公平正义，公平正义的代志，对安尼徛出来，嗯哦，迄真正是，迄个尤其喺电视咧报，迄个泡面的时阵哦，哦，哦，厝里咧问我，无，迄毋是我，迄毋是我，但即摆氛围较无共啊，即摆徛出来讲，嘿，这就是我。是，哎，对，这无共，真无共。但是迄个时阵，伊比较相对来讲，台湾的遮个迄自由的空气较袂遐济，哦，所以大家有可能对透入过心中惊吓的深度较大啦。对，一定是安尼。啊，伊像哦，真正，因为我即道制作迄个武装起即条第2个名即个数的，就是咱的代志啊。哦，这以后表演时较来讲，为虾米有2个名啦？啊了。其实我制作即个歌曲的时阵，迄个时阵是讲要甲因迄个阮迄个导演因爸爸诶内底诶所有诶街头运动，阮做一个剪接，哦，华语叫做精选呐，精选呐，啊了阮甲就全部加去你即个影像内底，啊了迄个最后诶成品，阮大家拢有看到。我来讲，我第一道看到规个 final 的版本的时阵，目屎真正是淋落来，真正淋落来。我在拍的现场就哭了。还要看到 final， 不要到 final， 我在看你在对嘴。现场的时候，我可能只有烧声大过于感动，因为我脑真正因为一直在笑，一直在笑，我拢是笑真的啊。整整唱了6个小时，都在唱同一首歌。我对嘴无咧嘴型的啊。系啊，我对嘴无咧嘴，我一定要迄个亲，迄个红棍仔，迄个出力的，迄个红色的，迄个血更一定要肿出来。那在阿基要继续讲 MV 的细节之前，我们要不要先让线上的这10位同上的？拍手要加16。哎呦，哇！这个直播人数之高，这16位好朋友们先看一次抢先版本，将近30秒，好，没关系。抢先版本可以吗？啊，我先用我们直播的画面先播一次这个 MV 让大家看，要吗？因为我们再等1个小时半就可以看到完整的，但是大家要看到才知道你等一下要讲什么画面啊。哦，对啊，竟然有一个首播。对啦，先偷偷播，偷播。安尼阮的。自下晡5点下课就参加游行决心嘛。我感觉今仔大学生对这个社会是足受疼痛的。今仔大学生同主要一定爱支持农民运动，因为农民是保护咱这个土地，是保护咱这个土地。真正讲无咱这个土地，咱就无金。龙猫说有了，好，有了。我自
下午下5点下课就参加游行决战嘛。我感觉今仔大学生这个社会是足受疼痛的。今仔大学生同主要一定爱支持农民运动，因为农民是一顾咱这个土地，一保护咱这个土地。真正讲无咱这个土地，咱就无紧，咱就无法度生存。我讲一句话，我今日一定坚持到底，今日一定坚持到所有的朋友出来为止。其实有时阵会感觉无力，多数你着无表态，其实会感觉无爱，其实感觉无奈，其实你甲你拢是一样的人，一样会知，也是你要继续比起来，你可以跳出来影响后一个人，到后一步，你若跳出来开始叫要后一步，这条路对方案出头爱摕武器，拳头无地互案，武器是更是假勇气。了解关心社会事，莫多提出咱暗的态度，只是互人欺负如何争取民主。你的头壳内底敢有画面？画面是国家社会运动，你是徛伫上头前。画面是法术诉求一大阵人声音，画面是拆离法院班野地。1988年5年的农民运动，你敢知影这条？迄天人民坐袂牢，我徛起来开始冲。迄当时菜篮咱咧石头攻击，无咧退后，反军人甲写字伫迄个无叫球大。都袂调，袂当靠，就算忝嘛袂当走，就嘴车落无互咱啊，唱高调。守护台湾1994年发起落回嘛，甘愿总统伫选迄3天也是相对不断支持民选。后一个画面手连创白头，就家己一个嘛要大声喊，煞来就是咱的代志啊。成长过程当中，一定有一个人会徛伫你的面头前，引带你向前学习面对。你会使甲伊讲一声谢谢，谢谢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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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谢谢，当然啦，感谢，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啦。感谢你。伊有人共管行来行，手提一本去册看看，下几夜也是无法度放下，因为伊看着相，比伊受伊人搁低，要伊会如何带头影响台湾，你会伫底？有人追随伊的脚步改变意识，伊讲伊嘛想要成为一粒伟大的真子，伊伫内拢出山，迄天5月19号。4分外钟以后，镇北部队者大量泉水，江米花前后拍伫这个所在，烧差不多15分钟久，无人有法度救伊。搁有伊，也是迄时的乌命大，搁有伊，徛伫台野恰恰是上大声，搁有伊，有公关对公保人的情，有迄不但是咱的权利，也是咱的义务。像伊，付出青春为着台湾，像伊牺牲迄无叫自私，活你爱如何承受，如何作为接受国家的事，就是家己的迄叫做任务。去甲勇气摕起来，精神摕出来，搁有计划个性摕出来，你赶紧站出来。你已经不是迄个袂晓分辨是非、袂晓注意开始关心做家己的迄个少年。假你是看到有人欺负台湾，你得承受；你有人厝卖台湾，你得袂紧承受变苦。已经甲双手握起来，头壳也好高悬，然后头头绑起来。敢有看到未来？一直行，就算落悬崖我嘛唔惊，就算用性命证明咱的做的不是安尼。要掉伫头壳内底全背会背，让我知，要因提示咱是台湾人，咱有自由甲尊严。不管你到底什么所在啊，我知影你当来改变这个世界。台湾袂当无反对的声音，你准备好啊吗？大声喊，煞来就是咱的代志啊！台湾是自由而美好的国家。谢谢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来关心台湾，谢谢哦。耶。
哦，看到这画面，这真正是会，真正真感动。因为我内底有一句歌词，就是看到台湾，靠要家己写，其实有饶舌歌手就是安尼，有时你要看歌词，你是看到有人欺负台湾，你会超受气；有人出卖台湾，你会袂得超受要抗议。这就是我的心态啊。因为迄个时阵，其实我是等台湾所发生的每一件大大小小，甚至有人用影像去记录台湾，遮每一项大大小小人事物、拢会使人事物啦。干台语无做好，了，你会因为你打讲干哦。我甲我把握的。你会因为遮的一寡真的物件，你会有感觉，你会有感觉，就是亲像我刚才讲，像迄个罗水溪公社，迄个浊水溪公社，伊内底有一个叫做晚安台湾，晚安台湾，嘿，晚安台湾。了内底一直讲着的，内底伊是记录遮个亲像菜市啊啦，像咧扫街仔路遮个遮个阿公阿婶啦，遮个卖菜市内底卖鱼啊、比节叶啊，你看迄你会鼻酸，迄真正会鼻酸，因为你是真的啊，亲像武装起共款啊，这是真的物件，对啊，所以迄个时阵我看着内底像当初因为谷歌的关系去熟悉到江米华，你是看伊个内底所有的介绍，甚至有人帮伊写册啊，看这你会想要好的。真诶咧，因为这是真正发生伫台湾的代志啊。对，所以迄个时阵我想讲，迄个时阵白色恐怖做了，我感觉应该爱做一个物件是完全记录。虽然无到全部，足可惜，因为歌曲的长度有限，歌词嘛有限无法度到全部遮个历史的街头运动拢甲收入来。不过，以我们尽力的深度来做，甲遐感觉有对我来讲有感觉的遮个运动，咱甲写入来。亲像我拄有讲着，我亲像分享器共款嘛，迄个电信公司甲网络上的分享器甲送互全部的人嘛。对，我就是安尼啊，我去透过过收集遮个资料，变成歌放送互遮个全部的会当去点你网址去听歌的人。对，就是安尼。我感觉真好呢，真的啊，真正做好，会当。刷来就是咱的代志，我的感觉就是讲，用咱家己上介擅长的方式去做你会当做的代志。对。有时间，你有力，你做啥物代志行街头，你会当用写的，写出来，用话，像你用唱歌，甲这歌词甲写落来，甲唱出来，互一代一代拢会记这件代志。我感觉这是一个传承对，真好。因为尤其足侪少年的，搁较少年的，拢无啥知影，遮前辈做过啥物代志。对。因为这嘛是台湾教育问题啦。这是台湾教育问题。因为我真正是因为白色恐怖，我知影228。认真去探讨228，认真去去收集228遮所有的资料。你袂感足可惜，就是到即马228的资料，佫足侪，是你每当228的即个前后，即个时期的前后，慢慢有新的故事一直咧出来。对，你若讲我生活伫台湾，即个过去1947年所发生遮个代志，经过解释是38当下当互2000后的遮个少年家无法度去第一时间去了解遮个物件。真正足可惜啦，所以我感觉，我感觉，我用我家己的方式去记录，像白色恐怖，像青春，像武装起，像风，这就是第一项是，因为我必须要知影遮个物件。因为我当初无学着嘛。第二就是你透过过做歌曲的方式去，互更较侪人知影遮个物件嘛。
对，这亲像这就是我的立场，吼，这就是我的立场，所以无饲鸟。这就是我足定讲的一件。就是阿哥，你这迄个是因为兴趣，因为家庭环境，因为老爸处理，甲你我带街头吗？嘿，带街头有。我意思是讲，像你安尼少年辈的，有当时啊对着过去的代志有足侪，我相信伫你身躯边，也是搁较少年的。因若对足侪人对政治拢无啥物兴趣，甚至会惊呀。对。但是我简单的。但是啥啊？你才有兴趣，而且会当用遮赞的方式去甲这一寡伊简单讲，因为我细汉，因为阮爸拢带我去街仔头去，遮个迄个像市员候选人啊，像立委候选人，遮个造势活动大声嘛。所以你细汉已经接受到遮个革命的迄个熏陶。所以你大汉做。你是去遐动员城？我嘛毋知，我敢有动员城呢。你是去遐食物件吧？民主香肠。无，因为我记得第一道，我有印象啦。第一道我画独立。所在伫对，伫红基枪的造势活动。是。红基枪，即摆毋知走去对啊。了第二道有想法的时，我牵阮爸的手伫。2000年陈水扁选总统迄个时阵1994年1994年，我记得是1994年是迄个新庄甲直辖市台北跟高雄。其实迄场吼，我从1988年到一直落来，一直参加足侪运动。我讲我的分水岭是伫个1994年的时阵。省长的时阵，我现在记啊足清楚呢，因为我发觉我诶，毋是讲我的任务，我感觉我较擅长的代志，可能是做写物件啦，还是画图，甚至做一寡幕后的。结果我伫1994年的时阵，陈定南咧选省长的时阵吼，迄阵全台湾安尼走透透的时阵，我规个公司吼，我伫迄当加入民进党。然后我公司吼，我无强迫啦，但是阮内底阿妹仔拢加入民进党，因为我规个公司吼，门骹口才当年人的机啊，我的内底规个几乎很像竞选总部啦。然后呢，阮上班到4、5点的时阵啊，全公司拢带去分海报、分传单啦，去仙台啦，去基美啦，世界迄阵有够热忱的，迄阵嘛才30几岁嘛。然后到2004年的时阵，2004年的时阵，迄阵是啥物代志？迄阵是迄个枪击案。陈水扁吼，迄嘛是互我真热血。然后到我是对2006年哦，2006年的时阵吼，倒扁嘛。我对迄阵开始的时阵，迄阵乱吵吵嘛。我阵2006年的11月、12月，迄是我人生第一篇政治漫画。对迄篇开始。但我到即马不归路啊！即马2022年已经画16档啊！这16档来呢，就是对2006年到即马，我个人一直咧做即件代志，就是讲用我家己较擅长的吼，用即个方式，而且我的漫画吼，拢带一点点诙谐幽默啦。其实你看，你感觉有点心酸啦。但是我希望用安尼的方式呢，去互一寡人、一寡少年辈来看的时阵，引起伊的兴趣，然后去了解讲，即个画这个漫画故事的背后到底是啥物代志？然后伊会去探讨，伊会去查迄个故事嘛，伊会去查迄个新闻，较来了解。其实伫我早前的女朋友吼，到即马，其实有讲一个，对，拢是安尼的熏陶啦，从变对泛蓝、深蓝、泛浅蓝到即马浅绿，到即马变深绿，别说调色盘呢。是，所以讲你若一开始一困头，你就随甲讲一寡
真严肃的问题。其实因的压力可能足大啦。你来讲啊，你安那，对，有一点仔用责备语气吼，你啥拢毋知的时阵，其实尾仔到尾仔，我去用聊，先引起伊的兴趣。像你听你的歌，这歌 rap 的吼，嘻哈有兴趣，然后我会去了解讲，阿家伊唱歌内底歌词是啥，然后对即条歌引起我兴趣了，我去听。白色恐怖你厉害呢！白色恐怖的时阵，你较无几岁？无几岁呢？25吧，20白色恐怖25、26岁，差不多左右。真无简单呢。迄面哥伊拄则有讲着，讲你要交女朋友，拢爱慢慢去甲影响嘛。就亲像女朋友还对。啊，像我，因为我结婚啊嘛，啊了我结婚，伊嘛像阮某伊嘛毋是，伊对政治其实无做非常有兴趣，非常袂甲我。毋是完全无兴趣哦。完全无兴趣。毋是完全无兴趣，是无做有兴趣。是。无做有兴趣，完全无兴趣无共。啊了但是因兜是完全台湾派，台派，完全台湾派。伊妈妈就是迄个剧看 TVBS 迄种就是基础的台派家庭啊。对。啊了，为着要互伊知影我咧创啊，我第一步我嘛毋是讲台湾的运动是安那，我无讲啊遮强烈。我是安那，我直接带去第南用基金会。约会圣地袂歹，第南用基金会。第一道圣地，迄个时在做白色恐怖有声书，迄个是2015年，迄个是2015，我嘛袂记我几档甲伊做伙啊，迄个是应该是交往5、6档了啦。对，直接带去地方基金会，了去啊，因为阮去有一个动作，就是阮想要迄个去，因为无去过啦，然后迄个心情足兴奋，足想要去安尼啊，我就。少的阮着迄个是白色恐怖的我甲迄个白色恐怖的迄个有声书内底设计师，了佮加上即个武宗起的导演，了佮加上佮有阮某安尼，阮着吼一大群人了直接带去台北了其他翕相了文字写的就直接出册啊。所以我感觉若是台派有兴趣要影响着遮个恁身躯边的牵手啦，女朋友嘛好，地南基金会。啊，无过5月19号直接带去德家，家己伤冲，家己德家先去看者阮的迄个阿华前辈，了甲去文化路食火鸡肉饭，应该是会使吧？应该是会使，即个座位袂歹啦。了拄啊，迄面个嘛有讲着一个，你是认真对台湾遮个艺术有兴趣的时阵是2006年的时阵。迄个选新长嘛，迄个是是1996年。你讲1996年。你讲开始啥？对，开始对台湾遮个艺术较有兴趣的时阵。无啦，对退伍就开始有兴趣啊。我是讲退伍的时阵，迄阵足少年嘛，拢会去参加街头运动。街头运动的时阵，拢去台北嘛。无迄个选新长是啥物事？1994年。1994年。我迄阵，我真正讲起来真正有咧喊啦。迄阵有出迄个陈定南的迄个啥物有迄种民众做无钱嘛。对。啊，出迄个有加迄个啥物票券，毋是钱。迄阵有出迄个钱。然后迄阵他倾家荡产，买偌济？倾家荡产啊！哎呀，我买足济咧，可是要算关钱啊。系啦，同款啊！你再买一个，伊有一个纪念券，啊，一张看几万几千安尼。然后我包括我的时间我的公司，但是我这无建议啦，我这迄阵真正有够投入啦。迄阵有感受到先拜
唔知呢，迄阵感觉好像应该做一点什么事情啊，因为迄阵拢去火车头啊，伫迄个市中遐按半暝啊，我拢3点外去啊单车嘛、游览车嘛，坐去台北嘛，连续几档落来了，然后我感觉迄阵嘛爱做工课嘛，伫台南的时阵，我个拢单伫遮做咱会当伫遮做的代志啊。哎呀，地方的选举啊，台南分布啦。嘛，迄阵足投入啦。新店应该是全台湾的代志。对，全台湾的代志，吼，总统啊咧。对，哎呀，迄阵真投入啦。因为我想讲，我拄则有听到一个时间点，啥2006年，我小可袂记啊，因为我嘛袂记啥物代志。迄个时阵，我拄啊2004年加入中央工练，迄个时阵拄啊开始做 TG 这物件 ，TG 就是老舍的台语，我心中硬要讲。那了，迄个时阵2006年还是05年，迄个时阵我拄有出一条歌叫做《台湾人徛起来》。迄个时阵，因为我其实我第一条 TG 歌其实就是写台语的。对啊，但是迄个时你袂感觉讲这足特别。但是事后这个感觉这足特别，伊个是根本无台语老舍这物件，台语 TG 这物件。啊了，除了大记台湾颂以外，对，啊了，迄个时开始，迄个时应该是2005年啊，迄个时该做台湾人徛起来，迄个时阵我嘛袂记有啥物叫台湾徛起来。啊了，迄个时导扁的时嘛有，迄个时嘛有做一条歌叫做动员戡乱，动员戡乱就是叫恁遮人莫去乱啊。对。所以，我简单来讲，我伫白雪公主，其实白雪公主是大家对我的一个分水岭嘛。就是大家听过白雪公主，我知哦，才有一个迄个讲政治创作者嘛，我讲台派创作者，是等白雪公主开始。但是我进前就做过遮个物件，就亲像台湾徛起来像动员戡乱，遮个样。虽然动员戡乱是迄法国的代志啊，但是我动员戡乱就是叫迄倒扁的遮个人莫去乱啊，对。所以我简单来讲，我应该是嘛是因为我爸爸的关系，所以我到大汉，慢慢讲到大汉，到下当开始当笔写歌的时阵，我就是一定拢会。你嘛无低无角啊，无低无角，你做这代志是无低无角，你会感觉讲这做顺其自然啊。对啊，一直到迄个白雪恐怖这条歌真正有上台开始表演的时阵，你开始吸收到每一个人听过这条歌，甚至看过现场表演，这个人伊甲你讲过伊心内底的话。你开始感觉讲对，这件代志做了，我知影我即摆做的这件代志，我笑这个活动，其实做这个歌是做对的代志，你做对的代志，甚至会当互足侪唔知的人去了解这事后的背后的故事。有人甲我讲过嘛，这我讲过就假的，所以足侪解的，就是有人听过白雪恐怖，我才知影蒋一华像。所以我感觉，对，应该爱，互人知影去，互人知影过去台湾所发生的这个代志，不止敢蒋一华，蒋介石像迄个戴耀坤，我袂记啊，歹势。我知。戴正耀，蔡友传啊，像这戴正敢是阮家里人，迄家是家己的，迄家迄个蒋一华敢是迄个做伙的，对啊。所以我感伊即马素食时代嘛，大家无想要动手去拍遐个字，后去做迄个搜寻动作，不要紧听歌了。所以阮12点，几点？11点要半，12点即支迄个武装起就会伫我的 channel，我的频道内底去上架。了，希望大家听了袂歹，就邀请我去表演。帮我分享一下啊！可以，分享一下，今日做欢喜呢吼。对啊，系啊，我想袂到会较紧呢。迄个时阵个想讲，阿恁个我十九，因为为虾米要赶伫5月10？其实简单来讲是4月7号就要出啊。4月7号是伫我心内是第二名纪念日啊。啊了5月19号是蒋英华纪念日。我想4月7号。迄个超过人过袂要紧，伊袂赴啊，真正袂赴啊！你要做遮个物件，真正袂赴。
啊了啊无阮5月19号，慢慢去酝酿，酝酿心中迄个迄股力安尼啊了。其实阮这拄则大家若有认真去看，阮有足侪现场的，遮画面拢是拜翕的。哦，即礼拜本周一，现在是本周3。即礼拜伫基山翕的，啊了，今拜几啊？今拜3，2工。哦，真正是。啊了，我佮甲全部的歌词，尽我3当遮的知识，知影台文要安翻，我已经足尽量甲翻出来。虽然有绕高前的要紧，啊，我就尽量甲翻做台语文啦。我讲一个题外话，较轻松的啊。你头讲今拜几吼？今拜3。即句话吼，我既熟悉又陌生的。自细汉我伫厝袂使讲今拜几。因为到大我才知影讲，因为阮家长吼，伫阮阿公、阮阿叔迄辈有经过即段，啊，伊拢无啥要讲。然后我知影阮阿叔捌因为白色恐怖，单走互警总的掠，啊，然后伊捌甲我讲过，你袂使讲即句话，因为向时讲今拜鬼。会去用掠去关，因为迄阵少介少的生日嘛，啊人讲啊今拜几啊，啊伊记伊个诞辰啊，诞辰啊，少介少的诞辰啊，对，啊今拜几，今拜几，安尼阮改一下啊，今礼拜几，你今礼拜几哦？我突然间有一个感觉吼，就是讲，当然即条歌写了。袂歹吼，啊，虽然我嘛伫昨较家己写出来，其实毋对呢，我足早写出来呢。啊，对，但是一直做调整，因为感觉讲即个字的迄个气势吼，一直无。其实你毋免你讲，我嘛感觉应该找转来20几岁迄个时阵，伫现场迄个激动。啊，对，所以我搁最后即个上新的版本。我感觉即个议题是我真满意。哦，是，感谢。然后，伫尾啊，我有一个建议啦吼。你写这歌前，我希望你即条歌做刷吼，会当引起大家的共鸣。啊，对。然后希望，绝对会啦。希望后一条你能够继续写即类的。后一条我有一个想象，有一个建议，就是讲。你的建议来啊！我会记起有一当吼，我坐伫郑南榕，南榕伊的应该是无开放，但是我有记味啦。我伫伊的书房，我一个书房啊，伊的书房拢保持甲伊在生时阵拢一模一样啦。其实我伫遐差不多有半年外钟。迄种感觉我袂晓讲诶，可是以早因为参与过，啊，然后尾画政治漫画，政治漫画你嘛知影，讲政治漫画，咱个爱去，去读，搁较侪有关于台湾历史发生诶代志，安尼你画，毋较有一个较有说服力嘛。是。然后坐伫遐诶时阵，我感受足深嘛。免啊，像我想象嘛，袂晓讲，就是讲，可能他拄啊一开始我有讲着，就是讲，咱去做咱家己较擅长的代志。其实有可能我要表达应该就是讲，是毋是除了遮的先辈，咱知影你笑过遮，其实伫足侪基站有足侪人，咱可能无听过名，也是讲。无啥人去报诶，其实遮因足拍拼，因像从长安人讲诶，迄个咱逐个拢是阿华，类似安尼啦，就是讲，其实除了内容，除了阿华，除了足侪人以外，其实佫有足侪人，其实拢类似安尼。我感觉。是毋是会当有一条新歌会当笑？这名有可能
人无一定知影，但是迄个人有可能就是你，有可能就是伊，有可能就是某一个人。有，是毋是？你想，我有一本册吼，28发生的代志，其实足多呐。伊若看每一个人，迄名、迄历史、伊的故事，其实你看你拢真。迄毋是足多尔诶。哦，真正足多。迄是因为华国暗藏足多，你感觉无足多，无呢？迄是真正是了解袂了呢。是。对，真正是了解袂了。是毋是简单讲，就是讲下一条武装起义内底歌词笑的人，是毋是拢笑一寡？会感觉一寡素人呐？是。哦，一寡可能捌听过的。是。甲笑出你我。无问题。因为其实海明哥你咧讲遮物件，因安尼吼，因安尼会当人咧听的时阵会当拉近即条歌甲咱的距离啦。对，这是我的感觉啦。其实我做无想要去甲我刷来计划，讲出来，但是我感觉我真想法，你像海明哥对我讲的遮个角度，其实我拢想过啊，我拢想过。想要写过去，为虾米袂爱了解，互人知影讲，我身躯比周遭，甚至规个台湾，真正有足侪人拢是足关心台湾的。对。其实我感觉遮拢会当甲伊写出来、画出来、甲伊照出来。对。但是你要简单来讲，是你要写每一个角色，有可能写袂了，有可能写袂了，但是写行为会使，因为做这个行为，毋是干那一个人尔。无毋对。对，所以我感觉我嘛是讲者好啊，因为我刷来会开始慢慢为着做专辑去做一个创作的大概，就是做一个大方向。哦。了我其实内底点甲你 Q 出来哦。了其实我内底有一条歌，其实就是咧讲遮个物件。但是我这条歌内底有分两大方向，这个方向嘛是我小弟我家己创作的两大方向，一个就是土地，第二个就是台湾过去的这个历史。这两大方向内底我会做一个，其实我讲我做定讲一个物件，歌词对我来讲毋是流血，就是流汗，无就是流目屎，所以我想要甲这三个流啦，放伫即个歌内底。这条歌我总共伊有一个统称叫做美丽岛，无啥，因为就是因为大家有可能感觉美丽岛这个名叫做通俗，但是我感觉美丽岛就是咧讲阮心中的一个所在。对，因为人为啥会当初为啥人会看到台湾讲福尔摩沙，就是安尼啊，伊感觉台湾真正足水啊。对，虽然我去日本，我嘛感觉日本足水啊，不过我嘛是感觉家己心中的即个故乡嘛是上水的，所以美丽岛就是咧讲遮个物件。水哦。对，就是两大方向。这嘛是毋知要做了，毋知啥时阵这拢是我头壳内底一个想法尔。无情啦，连编曲拢袂，连词拢也袂动。这就是我家头壳内底想的。就是事后开始拢是继续用以迄个专辑为创作基础安尼。对。其实有想法，你做个真紧。对，就渐去做啦。希望会当得到较侪认同。至少我伫即个我算铁记即个人生阶段。我希望阿家会当唱出你我身躯边，对，一寡更较接近的一寡。对。其实我简单来讲，就是其实就是以一个爱台湾的心为者，安尼就有够。因为我感觉只要徛伫共一条线去看台湾这个所在。我感觉足侪人一定拢甲我共款，就是看到台湾所发生的代志，拢会有知觉的，一定拢有。我相信你绝对足紧个会当做出。你敢知我是当时去爱着你，毋是爱着你啊！未熟悉你的人的时阵，咱过了同情熟悉的。是。
我第一届听到20档迄条歌，嗨，然后我台南的啥物声？毋是20档，是20档。然后我看到迄个影像，哦，即个人我绝对要熟悉，因为你对土地、对人、对故乡的感情，我感觉即个人是真有温度啦。啊尾啊，实在你到即马就是一直感觉拢是相像。对，我感觉因为我感觉我所全部我目前为主全部的创作拢是真正的代志。对我来讲啊，我袂记写迄种做虚华的物件。对，虚华我嘛虚华袂记啊，我无我落地啊真浅啊，甚至佫天起来。无啦，我感伊这个物件对我来讲，因为我简单来讲啊，你听一条歌，甚至你看一个影像，甚至你看一个创作的图啦，文章嘛好，我甚至我看文章嘛会好的人，因为你因写物件拢是真的，甚至有可能会发生伫你的身躯边。对，所以我感觉这物件，因为你真实的去面对你自己的创作，所以我感觉你所做出来的物件，一定会感动更较侪人。你必须要先感动你家己嘛。为啥？因为我拄仔一开始就讲啊，我看武宗起看好出来，因为我已经去互感动着啊。我嘛希望我做这样的会当因为这条歌去熟悉台湾遮的历史嘛。我嘛简单讲，我当初看白色恐怖，我嘛毋敢看白色恐怖迄支啊。因为后壁伫遐致敬郑南榕、致敬张艺华的名曲补出来时，我嘛出来就认了，对啊，这就是安尼啊。都震撼的哦，迄真做震撼的，啊，我们现在直播时间已经满了1个小时哈，然后线上有很多人留言，所以想说我们就一起回复一下哈。刚才这个初姑呢先生应该是先生吧？哦，他说现在白狼张安乐不是还在政治圈活跃吗？哦，台湾年轻人张安乐没有被抓走吗？还美的样子哦，他上次大甲绕境不是被抓走了吗？哦，是，太好了，台湾年轻人已经很少在碰政治了。对，所以大家要珍惜阿基啊，好不好？还写政治歌的人真的很少，很稀有。然后祝你中奖，我是哭嘛哈。他说这个支持阿基，支持黑民哥，这个，然后更前面有这个我们的铁粉啊，这个铁到几乎啊，这个哪里都有留言的。这个 Peach 哈 ，Peach 说武装起义根本就是纪录片，这是小时候的记忆。小时候走街头根本日常哦，根本日常哦，对，真的。然后你的南宫学弟哦 ，VELOCIRAPTOR， 你都怎么称呼他去了？常常去吃林家肉燥饭。生风。哎，对，他说致敬詹以化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大优惠，大优惠是谁啊？新朋友吗？对，我不知道大优惠我不知道。大优惠哭了哈，然后那个小猪哥说哇，然后大家都很感动啊。然后这个借散步出走哈，借散步出走，最近要推这个广播剧哈，工商一下哈，我要跟他，我硬要自入哦，硬要自入，最近要跟他推广播剧。我没想到我可以变成自入的平台之一。对。然后刚才借散步出走的那个 Chloe 说，哇，台南黑民的这个摄影棚也太好看了吧，可不可以来这里拍广播剧的课程宣传片啊？怎么说也是南区对吧？不要说南区啦。南部，别讲南部啦，杠首屈一指的室内设计师呢哦，对吧？赞的啦。然后初姑呢，就补充哈，用台语歌唱歌已经很少了，又是饶舌哈，真的是太稀有了啦，好，太稀有了。所以我原本是想要这个，我刚刚把歌词都贴到聊天室去，是，结果这个你们聊的实在是太让我感动了。原本今天想做的事情是帮大家分析这个阿基的歌词以及这个小圆的 MV， 但我不知道现在阿基11点半了，你要不要这个我们就收播呢？可能要哦。对呀，可能要哦，要不然明天因为我们还必须要缓冲一下，明天无法上班哦。对，有点紧。没关系，我们之后应该还会再开一集啦。那我想询问，你想现在唱现场吗？
哦，不，哎，下次，现场看到现场太惊。好，那下次能听一样是武装体育武装 Kiki 甩的是咱的代志啊的现场会是在什么机会？什么机会吗？什么机会啊？自己办专场的时候啊。哇，意思就是还没有人约啦，好不好？大家暂时还没有约啦，欢迎，暂时还没有约。想听现场约一下，好约一下。然后在好像礼拜六的时候，公视台语台，你还有第二个节目。对，青春男联盟啊，这个也是帮他们广告一下，就是青春男联盟内底啊，拜六的下午7点半啊，我甲查，这个拜六啊了，我甲查两个人吼。应该是完全半点钟都是咱两个人的。对，不会有什么那个。不会有穿插，有的没有了吧？那些不要说有的，恁两个是有小关系吗？你的麦克风黑。哦，对，就是同时我们录 podcast。对，我们还有在南山那边做 podcast 的现场。哦，对，是。赞。哦，做赞呢。紧张。啊了，借散不出手。这个拜六。这个拜六。下午几点？7点半。下午7点半。7点半。之后 YouTube 也会播。14台。下午7点半，安尼7点先去买。其实嘛不一定啦，于后边拢他的那个 YouTube 上架应该是跟首播同一个时间啊。对，所以首播没有跟到，直接我们 YouTube 应该都有。啊，几点钟？8点钟。7点先去买新书机啊，7点半才开始。哦哟，对呢。安尼是会使。然后借散不出的时候，你不是要唱《港谢祭》吗？你不要去高雄喜剧看对，唱港谢祭吗？讲到这港谢祭无这6月4号，哦，今年6四在高雄了哦。然后那个6四在高雄有一个港谢祭哦，那个喜剧开港的主办单位哦，做一个邀请，然后我那天是开场的一个演出者，啊了。有主持吗？我主持会出席，但是伊迄是现场演出加 open mic 咧，不是 open mic 就是在地喜剧，对，已经不是 open mic， 已经是有强的段子，有确定卡司的，对，就是有现场演出跟那个在地喜剧这样，脱口秀，没错，上班不要看曹小欧，对，曹小欧跟杰克这样子，没错，对，所以我主持好像不太方便，然后因为太多太强的，对，我这也是好笑好家己的歌了。然后其他的那个演出阵容还有前提，然后那个大皮、中皮与白面普通队长，好，普通队长也是上班不要看的，对，根本就是上班不要看的，对，还有脱口秀艺人 G1这样子，票价只要600块，600块，而且在高雄后台一个新的展演空间，听说光是场地费就20万，超级贵的一个场地，超大，我还没唱过，这次去初体验，给他初体验呢。好，我们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完了。对啊，然后12点那个那个 YouTube 上架啦。对，再过20分钟，再过20分钟 ，GLJ 的这个频道就会看到我们刚才偷偷帮大家直播的这一个乌中 Kiki 的 MV 首播。对，其实上一次距离你上一首《吉他当》发表是10个月前，2300的浏览量。这一次期待这一首。浏览量多少？这首有几分钟？这首几分钟哦？我没做眼睛光。这首的时间是4分半啊。4分半。嘿。4分半。4分半。对。但是唱起来应该疲累的程度是跟北Combo差不多诶。什么北切 combo？ 我感觉北切 combo 甲武中起甲舞龙，这3条，这3条拢是耗电量极大的歌曲啊！对。这专场绝对袂当白做伙，这真蠢诶，对啊。啊，喜剧港谢祭应该会唱《众神之都》跟舞农啦。对，《众神之都》舞农，因为它只有12分嘛，然后在1分多钟塞一个千岁这样而已，完美的塞法。12分钟太难了啦！如果你要唱白色恐怖，就7分半了嘞。7分半你要怎么塞？要么就是武装那个众神之都加白色恐怖，还刚好12分。没错，对啊，刚才当然那样。
系啊，以后找我表演，卖甲遮避暑啦，12分迄是咩笑啊？至少买8点钟以上。啊了，那个，最后利用一点时间哦，恭喜一下那个金曲奖，那个入围最佳作词人熊仔哦，然后还有最佳台语男歌手大基，哦赞，最佳台语男歌手张武哦，也是违法的，饶舌咖哇，还有谁？是哦，金曲饶舌年，对，阿廖，我不知道要不要再开集聊金曲奖歌，因为今天有名单啊，对，然后我心中的那些专辑几乎都有上。对的，那个百合花的不是咯，有上，对，然后新宝岛康乐队剪花上哦，这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专辑。然后还有那个马念先专辑上哦，对，太棒了，很自嗨，看到名单就很嗨。对，然后陈建年上，哇塞，又是要当歌王了，哦，赞。好，早一起来聊金曲奖。对，我们就接下来会有一集这个金曲奖特辑。然后这个线上的这个有一个很专业的初估呢，你到底是谁啊？你既然说四旧很好听哦，这个四旧真的我也很希望听到现场，我们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才听得到，等到full band的时候就可以了。然后接战不出走说黑米老师帅，好，黑米老师帅。好了，那接下来就是设计师。那我们15分钟让大家去尿尿，大家12点首播，记得那个看阿基的这个武装起义。然后大家记得帮我分享给更多人知道一下。对，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这首歌曲。安尼创作都有迄个动力。对啊。对。那就要收播了，让阿基去煮肉燥饭了，明天要上班。我已经煮完了啦，我等下睡觉，赶快补充体力。辛苦了，辛苦了，谢谢黑明哥。大家欢迎到黑明哥的粉丝团，按赞，不要去 IG 哦，他 IG 没有在经营，粉丝团比阿基的还要猛哦，粉丝团他现在粉丝团很赞哎，很多很台南黑民，对，做者网咖拢会当可以做梗图的啦，耶，谢谢，收播，大家拜拜，感谢罗兰。